台湾的大学生拢放寒假，不过因为疫情因故，以往有侪外国留学生无都登去故乡。参照这群日本籍的留学生，市府新闻处为了表达关心，特别要请因来到原日本时代所起的龙市场观察，嘛是现在虎东创意树南园区，由市长为特献上台南市会，同时祝福其中拄满20岁学生等大人向目标迈进，长命为幸。我们都知道日本主要是过国历年的，过阳历年，但是在台湾都主要很多都还是过农历年。那这个在农历年前，我希望说让一些日本朋友们能够有一个温暖家的感觉，尤其因为疫情的关系不方便回去日本现在日本很多地方都已经宣布紧急状况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些留学生朋友们。其实，在台南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大家在台南感觉都像家人一样，所以说希望说，他们在生活上，在很多这个学业上，或者说在有些这个环境的适应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台南市政府都愿意全力来帮忙配合协助，他来加紧适应这个地方。会中市长除了请学生对台湾的防疫有信心，安心在台南求学生活。嘛，因为目前在台南的日本籍学生大概有100位，所以现场嘛邀请日本交流协会、城市外交顾问以及对日本事务咨询等人进行座谈，来解决因相关生活甲工作的难题。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